墨西哥的亡灵节，就那亲像咱台湾的清明，是怀念祖先祭拜亲人的日子哦。不过伫西班牙失眠了后，嘛正是件万圣节，所以大家打扮游行，用较欢喜的气氛来悼念过往的亲人。在这里办寿菊花田内面的大型人头骨雕像群，看起来真壮观。人徛伫咧伊边啊，才知影讲伊有偌大仙。每年亡灵节来进前，墨西哥各地拢会办各种特色的节庆活动。阿特里斯科地区邀请艺术家设计纸雕工艺作品，一款超过3公尺宽的艺术雕像，材料是纸浆加纸棒，是墨西哥自殖民时期流传到即卖的工艺。Es un trabajo artesanal extraordinario, por lo tanto, reitero, sigamos con estas tradiciones. Y es muy representativo, es parte de nuestra cultura, es parte de nuestra educación. 墨西哥每年的亡灵节就敢若是台湾的清明，是对过身的祖先甲亲人表达怀念甲敬意。受到古代阿兹特克甲玛雅文明的影响，墨西哥人认为死亡毋是生命的结束，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延续，也相信往生者的灵魂会搁转来人间。伫咧西班牙被失眠了，天主教的万灵节甲原住民的仪式融合，佮加上最近万圣节文化。和现代亡灵节的节庆活动，袂输敢若是嘉年华会庆典。Algo que llevamos años haciendo, una herencia que nuestros padres nos dejaron, que nos enseñaron, y a nosotros la verdad nos gusta. Para nosotros es como venir, como ya se acerca la fecha, cambiar esas ropas, porque prácticamente el mantel que está. 伫咧墨西哥东部的一个店火木市。每年亡灵节，民众拢会将亲人的骨头摕起来清清理，再搁放入去厝新背部的茶盒内面。有一寡人甚至会将亲人的骨头讲话，代表生甲死之间无界线。这项融合玛雅甲天主教的传统，互人看做是对祖先的思念甲尊敬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。